10个馕一公斤牛肉免费发的话，你们2-3天也吃得过呀，这个啊。他差点把我打了还，特别凶我啊，他还找了个政务站的人过来啊，你们看一下，现在这个打馕容易了吗？好不容易打了2000个馕啊，2000个馕，我从来没有看过那么没有素质的领导啊，那么没有素质的领导，他直接过来还差点把我打了还，特别凶我。我做错了吗？我做错啥了啊？我给你们，我这个抖音上看到了好多视频，小娃娃哭的呢，家里大人也养不起，你们看一下啊，你们看，我昨天我哭了，知道吗？我哭了。这管委会的领导嘛，太厉害了，特别凶我哭了。他说这些馕你自己吃说的，我一个人吃得完吗？这些2000个馕我一个人吃得完吗？你们看一下啊，这个管委会的领导的资金，你们看一下啊，现在当好人那么难吗？现在啊，我看抖音我心里特别心疼，所以给你们帮一点点帮忙也不行吗？啊，你们看一下。这些馕太可惜了，这些馕。